你去按我说的做。听懂了吗？差不多。时间到了，赶紧！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会跟你分开的。也不知道他行不行。白小凡，时辰已到，出来！完了，完犊子了！你愣着干嘛？出来呀！哎，说你了，快点出来！哎，哎，把他给我逮出来！哎，成了！想不到消石硫磺和在一起，竟会有如此大的威力。那当然，那可是炸弹。炸弹是什么？以后再告诉你。你俩想去哪儿啊？哟，还挺厉害的。原来是你杀了我的父母，今天咱们就新仇旧恨一起算。那就要看你有没那个本事。苏晨，你没事吧？